我觉得那个有一个心情的转变，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发片，然后开演唱会啊，这么绚烂的这样美好的一个过程。那有一段时间我是在家里等了8个月，都好像没有舞台可以就是可以上去。那时候的心情就觉得，你知道，全世界让你觉得最嘈杂的声音，其实就是安静的声音，就是没有人感觉没有人需要你啊，然后你就没有任何的机会。可是我觉得，只要你对这件事情，它是你心里面想做的，就不要管环境怎么样，就是可能是高空低谷，你都不要放弃它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跨出了一步，原本心里会觉得说，哎呦，我从大舞台然后再去街边唱，会不会好像怪怪的？可是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心魔吧。我觉得我反而在街头的这些群众的眼神当中，我看到了最初的那种初衷，就是我觉得唱歌，可能你进到这行业之后，久而久之你就觉得它好像是你一个就是赚钱的工作啊这样子，可是好像会失去了一些热情，对。那但是我觉得重新在那个街头唱歌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一些路过的人他们的神情，我就觉得他们是会被我的音乐触动的。那时候我就觉得，对，我觉得我唱歌应该是我要去享受我的声音，我的音乐可以为别人带来或许一些疗愈啊，或许一些安静的时刻，或许是一些快乐。我就开始转变我的想法，然后现在不管在怎样的舞台，我都觉得我是很自由的，对，因为唱歌应该是要自由的，不是有包袱的。比如说酸民，以前我最常被讲的就是不男不女啊，然后一些性别上面的一些攻击啊，然后或者是我说的那个自卑，就是你看到这个真的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，真的哇，大家都是非常强大的，都是真的是就是这些歌王歌后，他们都那么会唱，我只是一个素人，我怎么跟这些人比？就有很多的自卑的情怀。对，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心里面一直觉得就是一直在，虽然比赛过了，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还是在跟别人比赛，一直比，然后我觉得那个是让我很痛苦的。可是后来我觉得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，就是我发现我开始可以欣赏我自己的特色，然后我也不会去跟那些真的唱得非常好的人去比较说，为什么我不能唱得跟他一样？当然我这句话不是说我不要认真的学习进步，但我觉得欣赏自己很重要，就是我们都要成为可以去欣赏自己的，然后你不要看别人有的，你就觉得哇，我可能甚至嫉妒或者是羡慕。后来我就觉得我开始变得快乐，是因为我开始喜欢我自己，喜欢我自己的状态，然后喜欢我这一刻。我本来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，我不可能永远都是第一名嘛，就算曾经得过冠军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开始放下那个包袱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开心哦，就是很自由。然后而且以前是如果没有准备好，我觉得我好像不可以站到台上去唱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在这个工作里面，这个行业是随时做准备的，所以永远都没有准备好的一天。所以你一定要放下那个迷思，就是我平常就很快乐的去准备我自己，然后喜欢我自己，然后我站上台就是表现那个时候的自己。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，就是选秀的节目它不会是永远的嘛，它这个舞台是就是只有一段时间而已，短短的。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在我们自己做这件事情上面，你要肯定自己。当你肯定自己的时候，你在每次的舞台上面，你都是最享受的。因为我觉得说真的，我觉得音乐绝对无从比较，但是情感的东西，你的人生的经历，你的故事，我说真的，我觉得我想要听的并不是高超的技巧，我想要听的是每一个选手在这一首歌，在这一个舞台上面，有点像浓缩的一生。你在这一首歌里面，我听到了你的故事，我觉得那就是最棒的表演。